今集內容由 AI 導播，多謝收看及關注。警視個大佬，主演林盛斌、羅子溢、黃文奕、容天佑、傅嘉莉、賴慧玲、張馳豪、鄧智堅、陳若思、徐榮。故事大綱：黑幫大佬高天俾人伏擊，受重傷昏迷，點知靈魂走咗去交通警家佑身上。為咗查出內鬼同埋俾人暗殺嘅真相，高天就設局令到家佑俾人革職，之後做臥底潛入社團。雖然佢哋黑白兩道對立，但為咗查出真相同保護高天個女方婷，焗住要聯手合作。家佑好快上位，仲同方婷日久生情，搞到高天好頭痛。高天本來想個仔方傑接班，點知方傑竟然想殺老豆，兼且嫁禍俾家佑。為咗保護老豆同埋挽回細佬，方婷焗住要踩入呢個圈。方婷靠鐵腕手段鎮住社團，做事越嚟越狠辣。當知道阿媽死嘅真相之後，眼見方傑認賊作父，方婷俾仇恨蒙蔽，向方傑落咗追殺令。暗殺真相浮晒出嚟，高天好後悔。為咗阻止真兇繼續作惡，將個女由黑暗拉返去光明，高天聯同家佑搏盡靈魂最後嘅能量，誓要阻止悲劇發生，同埋完成對阿婷嘅救贖。